睡得不舒服吗？谁睡地上会舒服？我有个想法，你想不想听啊？想说就说。你睡地板不是不舒服吗？我们做个交易吧，你补偿我500块，今晚我睡地板，你睡床，怎么样？财迷，不干拉倒。你和男人睡一间屋不会紧张吗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我还经常和张颖睡一个屋，早就习惯了。你经常和张颖睡一屋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赶稿的时候人多，一张床可以睡6个人呢。男男女女挤在一起。拜托，赶稿之时无性别，累得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，谁管是男是女啊？他跟谁睡一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别人睡的时候也这样吗？泪又在偷偷的配合，像误会把隔阂逼退到了角落，可不懂我们这是怎么了，因为还在闪烁，为了你的许诺，恋恋不舍，所以想念安静的时候他也很可爱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小声点儿，我妈在隔壁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踢到我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扶你起来啊。